物流业者在配通的员工行去到总公司外口抗议，质疑公司无照法规算加班费给因，平均一个人这5年外加起来就欠53万的加班费，甚至佫想要拖取消劳资协商，要求公司赶紧把这寡钱还出来。配通欠1000万加班费，大声话口号表达心中不安，物流业者提配通的企业工会在一地总公司外口抗议，批评公司无依全新的计算加班费这问题。工会讲有26位员工互欠的加班费有1400万块，平均每个人互欠53万块，也有人互欠上100万。公司就是一直拖取消这劳资协商会议。今天会开这个记者会，都是因为你们公司造成的，而不是我们员工。我们员工只是想要拿回自己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而已。到第2次的时候，有很多争议的时候，宅配通的人资长他就直接规避劳检，被台中市政府罚了5万块，5万块啦。工会讲，虽然公司对去年12月底开始改以全新计算加班费，然过进前所欠的加班费，公司并无提供任何参考的依据之下，提出每一人每年上悬12000块，5年6万块的方案，根本是伫应付员工利益。工会愿意跟公司来协商，公司也应该要积极拿出具体方案了，然后赶快解决争议，就是不要让这个争议一直持续，让双方的这个关系能够恢复常轨。对着工会诉求，提配通回应强调，提配通是上市公司，必须依法来行事。对着工会讲到个案，公司欢喜来拍开大门，确认这疑义来处理，也强调提配通是幸福企业。严格工会希望劳动部应该积极要求公司提出诚意解决争议，若无排除罢工来抗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